哇，这一球扎实打到了左半边的飞球，左外野手向后退，哇，接到了！詹子贤飞在空中，把球给接杀，然后才撞上墙上去。詹子贤一开始在后退判断路径就很正确，但这个球最主要的难点是在于最后你要起跳的时间点之后会跟全垒打墙有一个碰撞。哇，这一球打得扎实，结果直接被二垒手给接杀。但是这个球张志祥的反应确实也很好，赶快扑回去。对，你说从他第一时间你还看到，蛮有可能会形成一支穿越安打的。白短棒点出去了，拿起来了，是在线内哦。哇，这个陈俊秀的反应呢，大家以为要出界了，结果陈俊秀把它捡起来，但是呢离开了3尺线，所以反而变成了双杀。那现在看龙队这边会不会要抗议，还是要看一下挑战呢？似乎是没有，因为好像陈俊秀真的在线内的时候把球给捡起来了，哇，大家都傻住了。不过这一垒跑者应该就要跑啊，对，一定要跑啊，因为不管是不是界外什么，你跑就对啦，这个是点出去的。才一局的时候就有这个，哇，这个球走中路，但是游击手拦截了，哇，转身顺手抛，非常的华丽呀。陈凯伦的一个美技，但是在一局呢，乐天有收获啊，攻势串联，先攻下了3分。好，前面线走了，这一球打中间，结果刺残垒包踩到，抓到，再朝向一垒 double play。哇，尽管已经提前起跑，但是落点就是刚刚好，形成了一个双杀，也结束了这个半局，统一的进攻。所以这个半局还是没有得分，目前场上的比数还是4比0领先。哦哟，这是赖师傅直接抓飞鸟的美技耶！哇，反应真快哦，抓在手套的前缘，形成第3个出局数。不过富邦呢大有收获啊，单局是一口气进账了4分，反倒超前了比分。这棒带到了右半边方向，林敬凯最后把这个球给接杀出局，再往2垒来送，变成了一个变相的 double play。哇，你只能佩服林敬凯，今天在防守上面依旧展现了他的实心美技功夫。看到前个半局，林敬凯又展现了他不可思议的防守功夫。真的有一点不可思议哦，没想到这样的位置他竟然还接得到。不过泰山教练他的一个，先看到这个球，这球打进场内。这个球的落点最后是谁来处理呢？结果哇，詹子贤感觉提前滑下去，但是还是把球收进了手套里去。我就要看游击手机会拦到了吗？转身有办法传吗？哦哟 ，nice play！ 林承飞精彩的守备，5颗星，对，守得好，再加1颗都没问题。所以也向学长致意耶。背3振也是一种出局的方式。哦呦，这一球 Tom Maker 打在了邦威的腿上，他很快的把球捡起来，再往一垒来送。这是直接打在他身上。我们来看一下邦威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希望不要有哦。真的。还有右脚的小腿，还来不及。他这一次停球成功哦，这在足球场上的术语啊。这个蛮痛的。但是他没有忘记哦，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刚好球也是在他的旁边而已，在那附近，所以说他停球停得不错啊。布阵当然是很好。哇，3垒手林子豪第一球就捞得很精彩，哇 ，nice play！ 这场比赛，子豪要跟学长敬凯说，这个学长我也不错啦。不是你高秀呢啊。